好，我今日要做的迄个重点是医疗人员的待遇程度的比较。好，这个吼，这就是讲我伫2015年到2016年这个期间呢，我有一个迄个3档的计划。这3档的计划，我就是我想要来做这个医用待遇的需求的调查。好，我咧看这个医用，什么人需要医用待遇，还是讲到底即卖人敢有需要医用待遇这个课吼？是讲我是为即两个观点，就是病人甲医师的观点吼。病人的部分就是讲，我调查50岁以上的病人呢，第一就是因华语的能力，比如讲伊的华语若真低，还是讲伊根本就无咧使用华语，安尼照理来讲，伊的医用台语的迄个需求应该会较悬嘛吼。这是一个较客观的即种角度。另外一个就是讲，伊对医用台语呢，伊感觉伊敢有希望讲医生是讲台语的，所以这叫做一种较主观的即种认知甲感受，所以这是为病人的观点。另外我嘛有做这医生的观点，医疗人员的观点，就讲第一，医疗人员伊的台语的能力安怎？伊感觉讲伊迄个医疗人员敢有需要医用台语，所以一个是较客观，一个是较客观，一个较客观，一个较主观安尼。毋过呢，今日我分享的这是第3篇，也就是讲呢，我目前其实我目前做到遮拢做头前即个客观的即个迄个台语的能力，还是讲华语的能力。所以顶一届我分享的就是讲50岁以上的年长者呢，因人厝讲台语的比例因人厝甲死的，比如讲对伊的爸爸妈妈，佮伊的后生查某囝，佮伊的孙仔讲台语的比例，咱顶一届是讲到迄。我今日要讲的是医疗人员的台语的能力，所以拢未做到哪些的部分咯，所以今日要讲的是医疗人员的台语能力。我的问题呢，就是讲，我这拢是用叫请医疗人员呢，因家己来为因的家己的台语呢拍分数，所以这叫做自评因的台语的能力，另外呢，因为伊家己感觉伊的台语安怎，伊这是一个这嘛是一个较主观的想法，另外一个呢，咱会当去比较，就是讲伊伫因厝甲伊的爸母讲台语的比例，因为咱会当讲呢，就讲你伫因厝若甲爸爸、伊的爸母拢有咧讲台语安尼自然你的台语应该会较好，所以咱这是有一个。有是讲，这是应该是一个正向的关系安尼。所以讲刷落来遮呢，我想要比较的呢，就是讲，因为做社会语言学呢，一般来讲，阮拢会看讲一寡社会的因素，敢会去影响这两个的结果，就是讲，敢会因为因的年龄层，还是讲查甫查某。还是讲，因为伊是医生、护理人员，敢会有差别安尼所以讲，咱确定会考虑遮个物件。我来甲大家介绍讲，我即个调查内底呢，拢总有调查1149个医疗人员，这医疗人员呢，护理人员呢有859个，医师有290个。所以足济嘛护理人员859个。咱要对医生还是护理人员做问卷的调查较简单，因为因拢足习惯做这种问卷的调查，所以只要讲因的主管同意分互因，安尼咧写就足紧所以咱收到真侪资料所以护理人员呢800几个，医生呢200几个差不多要300个安尼。即马来遮呢，这1100几个人呢是为其中呢，有191个人呢是为基层的卫生所。基层的卫生所呢，这是因为我这个研究是伫南部做的，这个伫南部的一个县市，这个县市呢，伊拢总有37个行政单位，伊有4个呢是接近市区的中心，比如市中心。
除了这四个，其他的33个拢是伫较伫即个县市的外口，外口安尼，甚至呢有诶是较远的所在，比如讲伫山区安尼，所以讲咱讲这叫做基层的医疗人员，因为因是伫社区内底，这有191个人，即马来说，咱来看区域的病院，区域就是较地方性，地方的病院安尼。即个区域的病院呢，有224个医疗人员。医学中心呢，一般来讲，一个都县市呢，可能上济就是2、3个，就已经足济啊。即个所在呢，有差不多有2个，我跟其中的一个有734个迄个医疗人员。这1000几个迄个医疗人员呢，咱若照年龄来分呢，我甲分做老中青这青年这站呢，就是30岁以下才有400几个人中年这end呢，31岁到50岁呢，这有563个较资深的老年51岁以上咱甲叫老年这组这组呢有差不多89个尔因较少。即马来呢，咱若讲用查甫查某来比呢，查甫呢差不多占241个人，女性呢占908个，OK， 安尼刷落来呢，我特别互大家呢来讨论做一个讨论可能咱小组讨论的时阵迄个陪诊你即马安排了安怎？我排随便看了吗？你应该要准备要甲分好势因为我正要甲大家介绍题目我讲了的时阵，咱就当开始小组讨论。我先来说明这个题目。咱确定小组讨论的时阵拢有一个小组长咱要讨论的题目就是讲呢，咱就是来自由来开讲啦安尼。安尼是讲恁的想法，肯定就当比较讲，我事实去调查了后的结果是安怎。所以恁拢毋免有压力，就是自由。你感觉应该是安怎，你就讲你的想法无要紧就讲呢，咱来比较就讲准讲呢，其他条件拢共款倒一款人呢，伊会较定定讲台语，因为较定定讲台语的人，咱就会感觉讲呢，应该讲伊伫厝伊会较定定讲台语的人呢，就表示讲伊的台语应该就会较练转嘛所以咱就安尼来问就讲你感觉查某比起来呢，倒一个人倒一种呢，肯定会较定讲台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若分医师甲护理人员，你感觉倒一种人会搁较定讲台语咱若照这3个来分，医学中心、地方的病院区域就是地方病院来也是讲甲卫生所来做比较呢倒一种的医疗人员呢，会搁较定讲台语安尼好，安尼即马安尼好，安尼陪诊你敢？在，咱确定咧，咱是设定15分钟。若讲呢15分，你若讲足早就讨论了，拢无啥话通好讲的时，恁就开讲，大家互相熟悉安尼15分钟以后呢，就自动将大家人拢刷转来即间大教室好，安尼咱就来开始即马佫有一项入来，我佫甲伊刷入去者好，小等入来人拢就互伊打外口就会使完了，我外口好，我外口拢无老人外口拢无人拢伫 B、C、D、E。好，安尼确定入来人，你拢互伊打，阮即外口就好。OK 好，我即马要开始分组好。试落去好。陪诊你有伫外口嘛大人拢无家己入去有，我伫外口。你袂记即讲咱有一寡人伫外口，我是 A 组
哦，你阵嘛爱有，还是我即摆甲叫入来，因为34个尔，还是我要家己话叫出来。啊，无要紧啊，无要紧，咱就安尼就好啊，咱就安尼无要紧。哦，你好，无要紧就安尼。即录影时阵，会当录着大教室，敢毋是？嘿啊，对细节就啊，拢无啊。对啊。哦，咱咧抬杠就听我咧。安尼我甲暂时无录影安尼好啊，我甲暂时关掉。好。我敢会当关？我看觅。哦，有人无哦，入去哦。好。有人无入啊？哦，嗯，诶，呃，好，安尼咱伫外口诶朋友呢？啊，希望书生无入去，为什么伊是希望啊？是 C 迄组啊，毋过伊无入去内底，无入去 C 内底呢。哦，好，无要紧，无要紧。好，咱伫外口诶朋友啦，吼，咱即摆先来，咱即摆是讨论诶时间，吼。我想要来问大家经验啊，吼，你感觉讲，若一般诶男性甲一般诶女性来做比较，吼，啥物人呢会较定讲台语？吼，安尼我来请即个Josephine，你敢有想要来分享看觅啊？还是咱请室温。那些拢无伫诶咧，哦，好，无伫那无伫，线顶。嘿，好，好，安有尼我看人觅，即摆伫大教室会当发声一下。嗯，分享你诶想法，就是讲你感觉讲查某比较吼，倒一种吼，可能较会常常讲台语，我你诶想是经验是查某诶，安怎？查某较会你常常讲台语，安呀，尼吼，哦，敢有啥物原因？我想嗯哼。查某人对台湾诶认同敢若较强咧。哦，好，对，所以咱有看到，咱即卖现出时拢有看到足济，咱这台语科内底拢袂少拢是女性嘛，吼，对毋对？这嘛有道理哦，吼，安尼，敢佫有其他即个敢是好，若无还是 Eleanor，你敢有啥物想法？我想女的较爱讲话吧，查某较爱讲话，对啊，生分较爱讲话，查甫生分一嗯般来讲拢较恬啦。不过食嗯老有诶查甫人反而变爱讲话啦，哦。所以就无一哦，定啊。无一定吼。好啊，咱即马来讨论即三个单位啦吼。医疗中心的医疗人员、地方的医疗人员、地方病院，即马来是卫生所的医疗人员。吼，即三个无共层次的医疗单位，因的医疗人员，感觉倒一种人呢，较定会讲台语安尼。安尼，请问国华敢有方便来分享你的想法？即大家，还是我请李瑞峰，敢是？安尼还是我请苏神敢要来讲看觅？无要紧，因请起来因可能拢无法度无方便讲话。安尼，你敢佫有想要讲你的想法？分享你的想法？即三个单位来比较。互你，即大家，咱讲即卖这三个医疗单位，一个是医疗医疗单位啊，中心，一个是区域的病院，一个是卫生所安尼。maybe 卫生所吧。卫生所，敢有啥物原因？
卫生所可能较接近呃当地的人啦。因为因伫社区，所以因较接近这个，因较接近，因伫社区，因大部分拢是伫社区，吼。啊，而且因为拄拄咱有讲，遮卫生所吼，有30几个拢是伫较偏远的所在，毋是伫市中心。伫市中心敢若4个尔，其他30几个拢是伫较外口的所在。吼，但是就好亲像讲，比如咱若讲高雄市甲高雄县吼，这迄个卫生所大部分拢是高雄县，吼，伫县市的外口安尼。好，安尼咱会当好安尼，即摆咱来比较吼，医生甲护理人员，恁感觉讲倒一种呢，可能讲台语的较定咧讲台语，护理人员啦，护理人员咯，吼，安尼，为虾米安尼想？护士嗯普通甲病人讲较济话啊，然后嗯若准是老人家，伊有可能选择讲台湾话啊。嗯，好，咱感觉护理人员甲病人讲话的机会会较济，吼，较济嘿。也请问咱室温敢有方便讲话？还是其他的朋友敢有啥物想法？歹势，我是住伫美国的圣地亚哥吼，因为阮伫美国即马是当然语言就无即个问题，但是转去台湾的所在吼，咱伫讲医学方面吼，正经是需要推广啦吼，上好就是用台语，因为即马真侪长辈吼。我感觉真侪长辈，像讲阮一遮有人，迄即马90几岁，医学知识拢总无啥物知识，即方面的较无嘛吼。所以讲咱着爱含互伊沟通的中间，一定爱用咱家己的台语，吼，因较听有嘛吼。我所以感觉讲医学人员，也是护理人员，也是工作人员，语言咱一定上好，就是会当用咱的迄个家己的母语来讲吼。应该是会较好啦，会较好。但是我是感觉讲医学的上基本的知识吼，爱会当互因知影吼，知影讲安怎来保护家己怎样吼，甲心理的问题，有时情绪的问题吼，这咱拢会当用咱的语言来甲因分享吼。所以咱医疗人员，我感觉讲会当的话吼，尤其咱家己，咱着爱推广咱家己的语言啦吼，即马连咱阿公阿嬷即马说变也袂晓讲华语的时阵，伊嘛是加减拄咧讲，伊听有实在是一半一半尔嘛，吼，所以咱来推广，就是讲咱的母语真重要啦，吼，母语真重要。对，好，所以拄仔美好甲咱讲，就讲强调讲，咱为病人服务的时阵，尤其是年长者，因需要台语的时阵，咱应该。就是爱以病人为主嘛，吼，用伊听有的迄个台语来为伊服务，吼。对，因甲听有较有迄个效果性，吼，好。咱其他敢有其他多谢美好，咱敢有其他朋友想要分享啥？有一个朋友叫敢是P.O。好，北京差不多个偌久的时间？我看卖者啊，咱阁有3分钟，到后要甲大人叫倒来。好啊，会使啊，会使。好，我着甲大人叫倒来吼。所以美和你是伫倒啥物所在？北加州。加州。北加州。
北北加州，加州，好，诶，大拄啊，大拄是美和，我他是国倒是华，国 Illinois 华， Chat，毋是美华，国华，诶，大另外是啥物人咧讲？国华，我国华，不华，哦，阮国华，伫美国圣地亚哥，嘿，好，诶，安尼敢若逐个拢转来啊，吼，敢是？大家拢好倒来。感谢。好，安尼咱就来继续来讲吼。我先来，这个男性甲女性吼，我先来请迄个小莹恁即组火金菇恁即组敢有啥物想法？感觉讲男性甲女性比起来，倒一种呢可能会较定咧讲台语。阮即组拄则讨论的时阵，其实逐个人想法拢无共款。有诶人是感觉讲男性会讲较济，有诶人是感觉讲女性会讲较济。啊，就是拄则是讲，我想看觅哦。有人是讲男性会讲较济，因为甲大家对台语的印象有迄种差别，就是伊可能会感觉讲，女性，就是有人会感觉台语的印象是可能较无遐高赞的，所以感觉讲女性是较袂去讲台语的，因为讲台语是毋是一个高赞的代志。啊，毋过阮即组嘛有其他诶人讲，伊感觉是女性会较接讲台语，所以逐个人诶看法无共款，安尼。好，多谢。其实阮即种吼，阮拄仔头前讲诶迄吼，真正是安尼吼，就讲女性甲男性比起来吼，女性会较接近使用迄种较接近迄种标准诶语言，啊，男性会较介意使用迄种较互听起来就是感觉较爽个有力诶即种诶，比如讲方言安尼，吼。阮即种吼，拄仔嘛有人讲呢，我感觉伊迄是一个真好观察。伊讲，若在咱即个时代，吼，就讲咱即摆咧推测台语诶过程吼，伊有看着讲，敢若看起来是较侪女性较积极要来讲台语安尼，这嘛是一个足特别诶现象。我嘛有观察着讲，咱即摆诶迄个台语界诶朋友呢，有真侪真正是女性较侪。好，感谢。毋过咱因为我这个研究呢是针对一般的医疗人员，所以因遮大部分呢，因咧讲台语拢是因为因的工课上的需要，所以讲呢，因毋是讲真正是即种足积极的台语人所以因对这台语的即种看法，应该就是甲一般人较接近安尼所以遮呢，就是讲。咱先来看，若讲以年龄层来看这就毋免上思考，就讲一定是年岁愈大的人，伊愈定讲台语嘛，愈少年的较愈无咧讲台语。咱即马来看即个性别的部分我即马遮讲的是根据以前的人做的研究那查某比起来呢，一般来讲拢是查甫伊会较常使用即种方言女性会较用即个标准的话遮咱来看讲咱来看遮以前的较早人做的啦这拢是伫国外做的伊将语言呢的价值观呢，甲分做两种即种叫显性的社会价值另外一种叫做隐性的。这种显性的，就是讲大家呢拢会公开来认同讲即个物件真正重要。就好亲像讲呢，咱大家讲英语真重要，这无人会甲你反对还是讲呢，咱若要讲台语咱的发音爱标准咱若要讲华语，咱的发音嘛爱标准这种标准的开口呢，这嘛是一种较显性的价值隐性的，就是讲呢，
一般人袂讲吼，迄个物件赞，啊，毋过私底下呢，因是介意迄个物件。哦，比如讲，有人会感觉讲，虽然讲台语呢，互感觉呢，敢若无水准，还是讲无读册吼，迄古早诶迄种想法。啊，毋过有人嘛感觉讲，即个人伊拢讲台语，感觉足亲切啦。哦，事实上，即种亲切，即个属于即种温馨诶社会价值。哦，啊，你若讲，那比如讲迄种，迄种讲话拢足标准诶，还是讲足爱讲华语，足爱讲英语诶，吼，咱就感觉伊看起来就是迄种社会阶层较悬，还是讲较有读册安尼吼，所以这就是属于一种显性诶社会价值。吼，所以咱就当家想讲呢，像讲标准诶语言呢，伊就会接近即个显性诶价值。吼，啊，若讲方言来讲呢，比如讲吼，感觉这讲起来就是吼，上个有来了这吼，还是讲你这人感觉就做阿萨利诶安尼吼，即种呢，这属于较温馨诶社会价值。吼，啊来呢，就是讲因过去诶研究呢，拢有讲呢，不管是倒一个社会阶层，吼，拢是安怎呢？女性会比男性呢，较介意呢，较常常讲即个较标准诶发音，吼。比如讲英语诶发音呢，有2种吼，比如讲即种叫做 received pronunciation， 就是像即个英国诶贵族所讲诶迄种英语，吼，伫咱听迄种 BBC 诶迄种英语，甲迄种比如讲伦敦诶迄种菜市啊，内底诶人讲诶迄种英语就无共款啦，啊，毋过女性呢，一般来讲，女性拢会较介意讲迄种标准诶发音，啊来，这是每一个阶层拢是安尼，啊，所以有人就讲呢，女性吼有即个趋势，伊较会去将伊家己诶迄个标准诶发音呢，伊会较常常讲呢，我若咧讲英语时，我拢会讲足标准诶，还是讲我诶华语拢会，我都会说得很标准哈，我的知识诗呢卷舌都很清楚。有当时啊，甚至会过度矫正，连迄种无应该更正诶所在，伊嘛要更正，因为伊就感觉讲，更正就是较标准诶，所以也就是讲，女性呢有即种趋势，伊会较去用即种显性诶，即种具有显性价值诶迄种语体，这叫做 over report，伊家己讲呢，伊拢常常讲华语诶时，拢常常会更正安尼。所以讲呢，语言学家吼，这两位真有名社会语言学家呢，因就讲这种呢叫做语言无安全感的指标会较悬。什么叫语言无安全感的指标呢？就是讲呢，你明明呢，你伫这个社区呢，你是属于较讲这个地方性的迄个语体的人。毋过呢，你偏偏要讲呢，你拢常常拢咧讲标准的，你拢常常有更正，所以就是讲你家己所想的，甲你实际伫即个社区的呢差真济，你若差愈济，就表示你的无安全感呢愈强，还是讲呢，某一个人呢，伊伫因厝内底甲朋友咧开讲的时阵啊，拢讲话头拢较凊彩，毋过伊伫正式的场所呢，伊迄种华语的讲字的啥物，伊就拢讲甲非常的标准，非常标准。所以就是讲伫正式的场所，甲伫无正式的场所呢，因讲的迄种迄个差别的程度若愈差愈侪呢，表示伊愈无伊的即种语言的无安全感呢愈强安尼。所以讲，就讲若以前因的文献安尼比较起来，就讲女性的语言无安全感会较强，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因是安尼解释我讲的这拢是以前因做的研究，因为因认为讲呢，因为较早的女性呢，因可能较无机会读册，所以因的教育的程度可能就较无遐尔无像男性，所以讲呢，因为着要互因的社会地位呢，会当更较稳，更较在的，所以伊会当透过伊的语言，伊会当去学迄种较标准的语言，互伊的地位呢来提升伊的地位安尼。所以这就是咧讲，因为伊就是对伊的社会地位感觉无安全感，
所以需要透过一个标准的语言呢，互伊较有安全感安尼。好，这是伊个因以前做的研究。这是伊即个语言无安全感的迄个定义。即马来我就继续讲好，即段遮即马来咱要来讲社会经济的背景呢，会安怎来影响呢？迄个语言的是毋是社会阶层愈悬的人呢？是较定咧讲台语，还是较少咧讲台语？安尼即个时阵呢，我就来请问。拄拄咱有讲到医生甲护理人员就讲医生甲护理人员来比较倒一种人可能会较定讲台语。即个时阵我再来请旭琪恁即组好无？恁即组敢要来讲看觅？好，阮即组大部分拢是感觉医师会较定咧讲台语。理由呢，有一寡有人是讲，因为进前拢是老医师较济，因拢习惯用台语来看病人安尼。护理人员呢，拢较少年，所以伊受到的教育拢是会用华语较济安尼。好，有道理护理人员拢较少年。其实咱咧做研究内底迄年岁较资深的50几岁以上的医生其实较少安尼我即马过来请一零恁即组敢有啥物想法？针对即个医生甲护理人员。阮即组真特别，就是因为华芳本身是护理师嘛，伊咧阮即组，伊是讲差不多一半一半医生嘛讲，护理人员嘛讲，毋过因为本身可能伫台南的关系，所以讲台语的比例其实逐个拢足悬的。毋过另外一个我说袂记人的名是咧，因为伊是对咧华芳后壁嘛，伊本来伊的想法是感觉讲，医生应该讲的会比护理人员侪，原因是因为医生通常年岁是较大嘛。感觉因为这嘛甲年岁有关系，伊感觉年岁较大的人，伊讲台语的比例就会较悬。对，毋过伊搁听着华芳咧现场，伊讲一半一半安尼，所以阮后来搁有讨论讲毋过这护理人员伊嘛有纵向的，就讲即个年岁会影响着伊讲台语的比例无，所以阮嘛有讨论着即个。对，真好。就讲拄拄逐个讲着的重点，就是变做咧讲年龄，真正是无毋对。就讲当然，就讲年龄层愈较老的人呢，较大的人呢，因就是平常时就讲台语的机会就较济对这无毋对。我即马想要来请逐个人来思考即个问题，就是讲就讲咱讲其他条件若拢共款拢共一个年龄层。而且咱即马来思考讲，因伫厝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是医生伫厝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会较悬，还是讲护理人员？我来请阿辉恁即组，我来请阿辉你来分享你的想法好啊。就讲咱即马就讲医生做医生的人，伊伫因厝甲爸母咧讲台语的比例，甲护理人员伫厝甲爸母咧讲台语的比例，你感觉敢有差别？你这个问题，我先来讲，阮讨论，阮组阮咧做足合理呢。阮咧做每一个人拢感觉是护理人员，较会讲台语，而且就讲护理人员因为迄个照顾病人的时阵变成讲护理人员也较亲切，所以变成讲，感觉护理人员就是用台语咧表达，阮都在想。你要想讲，你是医生，还是讲迄个护理人员，因厝会甲爸母讲台语我是感觉讲，照你讲迄个应该甲迄个医生还是护理人员无差啦，是表示讲，我的年龄层，伊的年龄层是到底是毋是伊本身是从伊自底就有受到台语的，种台语的训练，即种会济，还是讲伊后壁是华语的训练？伊若是华
可能就变讲会安尼用华语讲，啊，毋过着去看讲因阿爸甲因阿母年龄层是啥物款啊？因阿爸惯势讲台语，你总袂用讲恁阿爸讲台语，讲甲恁阿母讲台语，你拢一日敢毋拢用华语咧甲伊用啊？有时慢慢，因为你若假使伫你迄个职业场所，你嘛是有经过台语的机会要训练，已经有训练着，会减会讲，因为你伫迄边一定是需要去接触着的嘛，你嘛是加减会讲，较好啊，甲所以应该讲这是互相啦，看你的父母讲台语，应该囡仔就是会甲父母讲台语啊。好，多谢吼。好啊，我遮吼是讲，我知影，我拄拄迄种我问的迄种方式吼，应该佫讲互佫较清楚吼。即拄遮呢，咱即马就是要来讨论讲，这伊个根据文献以前咧做的研究吼，就讲社会经济背景呢，会安怎来影响着讲伫厝讲台语的比例？吼，咱即摆先来看遮啦吼，咱遮吼其实就是要来比较讲医师甲护理人员因的社会经济的地位吼。啊，咱一般来讲啦吼，就普遍来讲，咱拢会感觉医生伊的社会地位较悬嘛，啊，护理人员会较低一点，安尼。哦，这是以前人研究拢安尼讲吼，因为咱传统的概念就感觉讲照顾病人，还是讲照顾甲服侍，这是共款的一件代志。啊，来做照顾的人呢，伊就爱较有耐心，爱耐操，而且呢，女性一般拢互期待讲呢，女性就是爱来做这个厝里内底的照顾的人，啊，所以讲呢，所以自然护理人员呢，拢是女性为主，而且因为咱这个医疗的这个文化内底呢，拢是男性为主，所以讲护理人员就互当作是敢若医生的迄个助理安尼，因较无因的迄个专业甲自主性，所以讲因的差别就较大，这是伫国外甲国内拢安尼，啊，即马来呢，而且咱大部分的医生呢，迄个医生像以前的时代呢，男性医师是较侪，啊，那护理人员呢，就是女性较侪。迄个根据因做即个研究呢，那82种的职业来排名，迄个医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呢，是大家感觉第一名，上界悬的，护理人员呢第22名，这毋是干那台湾安尼尔，伫国外嘛是安尼，即马来就讲医学院的学生因大部分拢来自因的迄个高社经地位的家庭，因的比例呢差不多有57%，这是伫咱台湾的研究，伫国外嘛是安尼，就讲有法度来读医学院的因兜的背景拢较好。有一半以上，伫1985年的研究啊，伊讲迄种比例呢会佫较悬，伊讲呢有47%，伊是来自医师的家族，也就是讲因的亲情还是父母呢内底呢，都已经拢是咧做医生啊，所以讲即种比例佫愈来愈悬安尼 ，OK， 所以咱遮要讲的主要就是讲。伊个医疗人员，那甲咱的护理人员比起来呢，医疗人员伊家庭的背景呢，拢会较悬，伊即种家庭的背景会较悬，所以也就是讲呢，所以咱即马要思考就是讲，家庭背景较悬的人呢，甲即种家庭背景较无遐尔悬的人呢，佫一种家庭呢会较定讲台语，我相信伫即个状况之下呢，大家拢会感觉讲是迄家庭背景较悬的人呢，因讲台语的比例应该会较少，家庭背景较低呢，讲台语就较定定咧讲台语，这是过去，的一种趋势拢是安尼，即马来说落来，咱佫来继续看，所以讲这医疗的。好，
所以这医疗体系呢内底会使讲是医生就是上爱大，啊即马呢拢讲吼病人嘛真大，啊变做护理人员呢的地位呢佮输病人安尼，吼有即种有即种的现象。啊即马咱来比较讲查甫医生甲查某医生吼，恁感觉因的家庭的背景吼，敢有啥物无共款？啊，拄仔咱讲吼，迄个医生大部分拢是来自家庭背景较好诶。啊，毋过咱即马若讲硬要来比较查某医生甲女性诶医生吼，恁感觉敢有啥物无共款？敢有人想要来讲恁诶想法？我想要讲，好，请讲。我感觉查某医生诶家庭诶背景会比查甫医生搁较好。原因是因为当然是较进前诶社会啦，就是家庭背景较好诶，较会去支持查某囡仔去读真悬诶册，所以我感觉查某医生诶家庭诶背景会比查甫医生搁较好，我感觉诶。啊，毋过若准讲即个调查是伫即摆即个社会，我感觉无一定是安尼，反正嘛是啦，只是讲，若是讲，厝内人甲伊讲台语诶迄个比例无一定是安尼，因为反正即摆是真关键诶家庭会较想要对囡仔讲台语，所以好，对。无一定。对，你咱讲诶，遮研究拢是因为遮研究拢是针对一般人，毋是讲台语人，对。好，我敢会当等雷先敢有方便讲话？还是讲咱在场有医疗人员，敢会当讲恁诶实际诶经验？多谢吼，美芬教授，你对遮个问题是啥物？就是讲呢，查要叫我甫医生讲是啥物？就讲女性诶查甫医生甲查某医生呢，因来自因诶家庭诶背景，倒一个会搁较悬家庭诶背景。这吼，台湾诶情形我毋知，但是我加拿大情形吼，也是美国情形，可能也真相像，就是讲最近20档以来吼，趋势就是讲女性诶医师诶比例愈来愈悬吼。啊，照阮加拿大统计吼，女性诶医师比男性诶医师较悬。已经超过50%啦，女性诶医师，台湾情形我都无啥知呢。这是讲即个数量诶部分。即马我想要比较，就讲因诶家庭诶背景。家庭诶背景。因诶家庭背景敢有差别？倒一种查甫倒一种诶家庭背景会较悬？我想加拿大即个现象吼，女性医师诶比例真悬吼，可能甲家庭诶经济背景无关系啦。迄可能是甲女性伫学校内学习甲表现诶能力吼，愈来愈超过男性迄个原因无啥知，这可能是真普遍世界性诶现象啊。好，拄大家讲诶，这就是讲属于即马就讲女性诶医师愈来愈济嘛咱即段遮我就来讲咱即个文献诶研究啦就讲，因为这是要比较男性医师甲女性医师因诶家庭诶背景这国外诶研究就讲女医生女医学生医学院诶学生呢。因父母诶教育诶程度呢，拢比男性诶医学生父母诶教育程度搁较悬，国外是安尼伫咱台湾做诶女性诶医师，还是讲女性诶医学院诶学生，因伫4项呢
种4项即个社会经济的指标呢，拢比男性较悬。遮呢有57%的女性的医师呢，因来自医生的家庭，毋过男性的医师来自医生的家庭，敢若43%。有19%的女性的医师呢，因咧为因的家庭背景拍分数的时阵，因的家庭的背景拢较悬。较悬的有19%，毋过男性的敢若4.8%尔。女性的医师呢，伊的父母、伊的爸爸妈妈呢，教育程度呢是大学以上的，差不多51%甲8.1%。毋过男性的医师呢，爸爸妈妈是大学以上的，敢若27.6%，还是4.3%。所以就是这个指标互咱看起来就知影讲，女性的医师佮比男性的医师呢，因的家庭的背景呢，佮较悬安尼这就是拄即个火金哥讲的就讲呢，讲有法度栽培查某囝来读医学院的父母呢，一定是因为因的家庭的背景较好。家庭背景较好的时阵，才有法度查甫查某拢互因去读医学院。若家庭的背景较无遐好的，就是讲拢会先互后生去读医学院。所以讲，伫较早的时代，查囡仔要有机会读医学院，一定是家庭的背景较好，才有法度安尼。所以讲，咱就讲到这就是因的社会背景的差别。即马我就来讲我的研究。我这个研究内底我就是问因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甲爸爸妈妈呢咧讲话时阵呢，会使用的语言，主要语言是啥物语言？伊的比例差不多有偌济？比如讲呢，伊可能讲我主要甲帮爸爸帮妈妈呢，我甲阮爸爸呢讲。有50%是讲华语，另外50%是讲台语。甲妈妈呢，可能70%是讲华语，30%是讲台语。所以我就是问这2个问题。来呢，第2个问题呢，就是问伊呢，你感觉呢，你的台语的能力安怎？1分到5分安尼。你为你的台语打分数。来，即马咱就来看结果啦。这个统计呢，就是花风斗3工。即马咱就来看。咱若看年龄层来讲呢，无问题。年龄层就是年岁愈大的人呢，伊的台语呢，伊甲伊的父母呢讲台语的咱来看遮。这年龄层较悬的人呢，伊甲父母讲台语的比例是74%。若少年层呢，剩39%。因的台语的能力呢，这年龄层较悬的人呢，伊讲伊的台语差不多4.75，所以已经接近5分啦，满分是5分。若这个少年辈呢，伊的台语差不多3.99安尼。所以这就是足明显的，年龄愈悬的人呢，伊的台甲父母讲台语的机会愈悬，伊的台语的能力嘛愈好安尼。这就是一定的道理。即马咱较有兴趣的就是，咱即马要来比较我将这1000几个人呢，我甲分做9组，就是基层的医生，因为基层就是护迄个卫生所，卫生所的医生大部分拢是查甫的23个，护理人员大部分拢是查某的160个。即马来呢，即迄个地方的病院呢，医生呢，就有查某医生甲查某医生，33个甲13个。护理人员呢，大部分拢是女性。虽然咱即马嘛是有男性的护理人员，毋过因实在是伤少所以讲我就无甲因算入来安尼。若医学中心内底呢，查甫的男性的护理人员有较济，毋过呢。因为嘛是敢若14个尔，所以我嘛无将因算入来。所以咱医学中心要比的呢，就是查甫医生、查某医生甲女性的护理人员。所以我就将我这1000几个人呢，我甲分做这几组，A 到 I 安尼。
好，啊，即马来，即马吼，咱就要来看即段遮吼，遮呢是要来比较呢查甫医生，吼，遮呢基层的查甫医生甲地方病院的查甫医生，啊，搁再医学中心的查甫医生，安尼比较起来咯，啥物人的台语会较好安尼？好，啊，即段遮吼，逐个互恁先来摇一下，好无？遮有 ACF，恁感觉倒一个年龄层？啊，无倒一个 ACF 呢？哦，倒一个呢？伊伫厝甲爸母咧讲台语的比例是上介悬的。那我想要摇看觅，还是敢有人想要讲看觅？还是恁嘛会当将恁的电话写伫开讲室？来看觅开讲室敢有人有回应？好，有一个朋友写基层的迄个男性医师，好，无毋对吼，为虾米是基层的男性医师？伊伫厝甲爸母讲台语的机会会较悬，吼，咱来看遮吼，基层的男性医师呢，伊伫厝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是75%，吼，啊，伊的台语呢是4.5，平均是4.5，吼，是上介悬的吼，所以你也看。伊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是所有内底上介悬，啊，而且伊台语能力呢嘛是上介悬的，吼。啊，为虾米基层的医生呢？伊讲伫厝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会遮尔啊悬，啊，伊台语会加遮尔啊好，吼，为虾米啊安尼？好，即段遮，小等者，我遮家己去查着。好，歹势，恁敢会当等我一下哈？我先慢遮分享。因为我的 PowerPoint 呢有去互迄个炸着，所以我即摆甲改一下。好，我即摆我改好势，我过来做一个分享。我遮。好，遮吼，为虾米基层的迄个医甲人会差遮多吼？一般来讲吼，基层的迄个医生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因为咱拄仔有讲嘛，阮着男性就比女性呢，搁较爱使用台语，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基层的男性医生呢，伊的平均的年龄呢，拢伊是上介侪岁，哦，平均的54岁，哦，伊这年龄层吼，比其他的8组，这要安讲啊，显著高于要安讲啊，就讲足明显呢，比因搁加较老了对，吼，啊来，伊甲爸母讲台语的比率吼是上介悬的，吼，比其他6组呢，足明显有差，吼。啊，所以因的台语呢，所以有遮个原因呢，所以因的台语呢嘛是上介好的。因的台语呢比其他的8组呢，足明显比因加较好安尼。吼，培珍，你敢会当帮我注意一下，是倒虾米人的迄种麦克有敢若有杂音、有杂音，会当把伊关起来。我把它关起来。好，安静啦，我继续讲。所以恁可能会想讲为虾米迄个卫生所的医生呢，年岁会较悬？吼，这我嘛是做这个研究才知影，吼，这就是讲伫咱台湾呢，卫生所的医生拢是虾米款的医生呢？吼，第一种就是
这医学院的学生呢，伊咧读医学院的时阵呢，伊若是用公费，就是讲政府赞助伊来读医学院，因为读医学院足贵嘛，哦，所以你若是用政府的钱来读医学院呢，那安尼呢，你摕到医生执照了后呢，你一定爱去卫生所服务，服务几档以后呢，你才会当转来去，你才会当去选择其他的所在，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不是，这是讲，卫生所的医生呢，若讲是较少年的就是读公费的迄个医学院的学生，一般来讲，而且呢，一般来讲就讲医学院迄个刚毕业的少年医生呢，因拢爱较去种都市的大病院，因较少呢要选择讲家己去开业，还是讲去卫生所。你当少年，你当毕业了后，你就随便去家己开诊所，安尼可能这种风险可能较悬。所以讲呢，所以因大部分呢，医学院当毕业的大部分拢会留伫大病院较济。所以呢，什么人要去卫生所呢？就是第一种，咱头拄仔讲的这读用公费来读医学院的这个学生，医学院的学生，还是讲呢，第二种就是呢，伊已经为这种病院退休的迄个开业的医生，还是讲为病院已经退休的医生，所以呢，伊的年龄甲伊的迄个年资呢，拢会较悬。所以呢，就是因为伊的年岁较悬，所以讲呢，伊本着就是属于种较定咧讲台语的人安尼。好，即马咱来讲，咱直接咱就顺续来讲护理人员，卫生所的护理人员呢，伊的年龄嘛比其他单位的护理人员较悬。为什么呢？因为卫生所的护理人员呢，因是属于这种较稳定的迄个政府的头路，因毋是迄种临时约聘，所以因的工课是较稳定。这种较稳定的工课呢，大家而且呢，因佫无需要去排班，无像大病院的护理人员拢爱排大夜班、小夜班安尼，而且呢，因的工课嘛，无像这种大病院护理人员，拢爱常常面对这种医疗救援，还是讲咱常常看到迄新闻嘛，迄种病人啊，入急诊室足生气啊，就咧对这个护理人员呛声，还是安怎所以讲呢，伫基层的护理人员，因的工课较稳定。所以是一个较好的工课，嘛较无压力。所以讲呢，足侪护理人员呢，所以这个工课就会较抢手。所以讲呢，你若要有法度来卫生所服务的人呢，你得爱有相当的资历，才有法度入来。所以讲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因的年龄就较悬安尼。好，所以讲。伫卫生所服务的迄个医疗人员，不管是医生还是护理人员，因的年岁拢较悬安尼。这是要互大家知影。好，即马来刷落来好，即马咱就要来比较讲即个基层的护理人员，甲医生，女性的医生，咱即马拢来看女性。女性呢，咱就看即个基层的护理人员，因为基层敢若女性护理人员，所以咱即下要比较，就是讲平拢是女性，即个基层的护理人员呢，恁感觉讲因伫厝，你看因伫厝甲爸母讲代理的比例呢，68.39，39，这算做是足悬的，因为你也看下骹遮的女性的医师，还是女性的护理人员呢，这44.8， 54.9， 30.2，医学中心的女性医师呢，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敢若30%尔，所以呢，也就是讲女性迄个护理人员，基层的护理人员，因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遮尔悬，偌悬呢？咱来看，因会使讲即9组内底的第3名。因敢若因输即个卫生所的医生，
搁再地方病院的查甫医生，这女性的护理人员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呢是第3名，68%。毋过呢，有一个足奇妙的现象，就是讲，迄个基层的护理人员呢，因为因家己的台语拍文书的时阵呢，因呢是上界低。你看这9组内底，因的台语的能力呢是上界低3.9名。所以这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照理来讲，你伫厝，则定定咧讲，甲爸爸妈妈讲台语，安尼你的台语应该是袂歹才对啊。毋过竟然敢若3.9%尔，所以讲呢，所以咱就要来解说讲为虾米会安尼。另外即种，这差遮济呢，这就是一种叫做低估。这叫做低估，因为咱的预期呢，就是讲伊的台语应该会袂歹，毋过呢，伊竟然呢拍遐尔啊低，所以这甲咱的期待呢差真济嘛。所以这种差别就是咱大多咧讲的这种语言的无安全感，的一种现象。所以刷来我就要来解说讲为虾米会安尼。我遮刷落要讲的这解说的原因呢，有一部分呢是我去访谈。因为我看到遮个数字时，我嘛感觉足讶异的，讲奇怪为虾米会安尼？为虾米卫生所的护理人员因会低估因的台语的能力？所以我嘛有去访谈。遮呢，就是我看到的迄个，咱看到讲护理人员呢，伊的年龄比人较悬，毋过呢，基层的护理人员，有足明显比人较悬，毋过呢，伊的台语呢是上界低，比这3组的人加足低安尼，大拄我讲的是第一种现象，小等我才来讲原因。即嘛咱要来看女性的医生，女性的医生呢，甲即个迄个基层的护理人员拄好并过。大拄咱讲这迄个基层的护理人员，伊是低估因家己的台语的能力，毋过呢，女性的医师呢是高估因的台语的能力。安怎讲？咱来看遮啦，咱来看这个地方病院的男性医师甲女性医师，即段遮拿是个即两纸。男性的医师伫厝甲爸爸妈妈讲台语的比例是73.5%。女性的医师呢，干若44.8%，所以是毋是差真济？毋过呢，因的台语因的台语能力呢，无明显的差别。因的台语能力无明显的差别。咱来看医学中心，医学中心的查甫医生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是54%。女性医师呢，足少，干若30%。毋过咱来看因的台语能力呢，差安尼嘛无明显的差别，4.3甲4.9安尼尔。所以也就是讲呢，因为这女性医师伫厝甲爸爸妈妈讲台语的比例差男性的医师差遐济，毋过因的台语的能力呢差不多，所以安尼就是真奇怪嘛，所以这个叫做高估他们的台语能力，这不管是高估还是低估呢，这拢是咱讲的这种叫咱咧讲的这种语言的无安全感的一种现象。所以讲这篇论文呢，上个主要就是要讲这3件代志，就是呢，伫卫生所的查甫医生呢，咱有看到一个足稳定的现象，就是因伫厝甲爸爸妈妈讲台语比例上界悬，所以因家己的迄个台语呢嘛是上界悬的。毋过呢，卫生所的护理人员呢，因低估因家己的台语能力，女性的医师呢，因有高估因的台语能力的现象。刷落来，我特别来解说讲为虾米会安尼。这段遮
就讲语言的无安全感呢，会当来反映讲呢，伊用台语，伊伫医疗病院，伊是啥物款呢？伊的歹势，伊的重要性是安怎？吼，啊，遮我就来，我先来讲，这个部分吼，就是讲，我先来讲女性医师的部分。这台语呢，伫咱这个时代，因为伫咱这个时代呢，咱常常拢会讲呢，咧宣传迄个母语的重要性嘛，吼，咱嘛有咧讲，即马国小啊，拢爱开始来教本土语言，也就是讲，大家即马有渐渐有即个意识讲，本土语言真重要。所以讲呢，就算讲你心内呢，感觉伊无重要，毋过你咧写文卷的时阵呢，那你若讲从你台语的能力写了伤低呢，可能有的人伊就感觉讲安尼可能敢若无啥好，我应该写好较悬的安尼，所以这叫做 over report， 所以就讲，虽然讲有可能讲伊的台语无真正遐尔啊好，毋过伊感觉讲伊爱甲写好较好的，安尼较好看，这叫做英语叫做 politically correct。台语我感觉这有够歹讲的，就是讲伊感觉安尼讲呢较安全，叫做台面上的世界宣称。而且因为咱这个研究是伫台湾的南部做的，伫台南的南部的迄个医疗的病院啊，因为讲台语的人嘛是袂少啊，所以讲呢变做讲台语是一种显性的价值，因为你的病人讲台语较济啊，所以讲。伊就感觉，大家就感觉讲，讲台语就是一种较普遍的认为讲较重要的代志，所以讲可能就因为安尼，所以就会将伊台语呢写好分数写较悬，而且呢，女性的医师为虾米我感觉因有迄个趋势会将伊的台语呢，可能会写好较悬的一个原因呢，是遮。因为女性的医师比男性的医师比起来呢，因较弱势，大家对因的要求呢会较悬，所以呢，华语我甲讲这叫做易受苛求，伊就讲人对因女性的医师的要求呢会较悬，另外呢就讲，伫女性的医师因咧受这医疗专业的训练的过程，还是讲因的社会化。的过程，什么叫社会化的过程？甲专业化的过程呢？就是讲，比如讲，这女性的因伫医学院的做医生的时阵，做医学生的时阵，因定定去病院咧实习啊，因就看到讲，比如讲较资深的医师拄着病人的时阵，嘛是拢爱讲台语，这较老一辈医生因会当展现这种透过台语来甲病人建立较好的关系。这因看会到这种代志时阵，因就慢慢去培养讲，这个时阵拄着讲台语病人，咱就应该讲台语，所以这就叫做因专业素养的栽培的过程，就互因知影讲，伫南部呢，你的台语就爱上尾爱到某一个程度才会使，因为咱即卖的这种医疗的服务呢，常常呢伫病院拢会挂一个看板讲。病人为主，这就是咱的专业素养的一种要求，所以讲呢，嘛常常有即个教育界会讲呢，咱病人习惯用，咱得要用病人习惯的语言来替因服务，安尼才是一个好的医师，这才是一个专业的医师应该爱有的表现。所以也就讲，这的这种新的价值观呢，互因感觉讲，台语呢伫南部呢嘛算重要，所以呢。就算讲我台语可能无遐尔好，毋过因为伊较重要，所以我嘛爱甲写好较好诶安尼，所以这叫做 over report。好，即摆来即段遮，拄咱讲即个女性医师这是以前诶研究。
我感觉我有一张敢若去绕高去，我看一下，稍等者。我先慢只分享哈，我有一张 PPT 要绕高，所以我即马甲找起来者。好无？我开始分了。好，遮吼，为虾米我讲吼，女性的医师呢，因较弱势，就讲甲男性医师比起来，因有较弱势。因为呢，规个医疗场所呢，因为咱伫即个台湾嘛是较属于即种父权的即种社会，所以男性呢，伫较早的时代呢，男性的医师呢，伊就是较有迄个优势。所以而且呢，女性的医师呢，伊会较愿意，伊毕业了后，伊摕到迄个医生的执照了后，伊会较愿意呢留伫大病院。因为因若出去外口开业啊，因为去外口开业呢是一种较有风险的代志。所以讲，你着爱去想讲安怎你的诊所着爱安怎。爱安怎去经营，生意才会当维持落去。你嘛要有相当的资金，你才会当去做开业医师。所以讲呢，大部分呢，伫较早的时代呢，女性的医师伊较希望讲会当留伫大病院。伊留伫大病院时阵，伊着爱甲男性来竞争。所以讲呢，伊就安尼来讲的时阵，伊有较弱势。而且呢，大家就讲传统来讲呢。大家对女性的要求呢会较悬，比如讲呢，你真做一个女性啊，人感觉讲你得爱做一个好的模样，互大家人看，安尼，所以讲呢，因感受到的压力就会较悬，所以为着要伫即个环境呢，会当较稳定的，所以伊可能伊嘛去感受着讲台语伫南部呢算较重要，所以呢，伊就想要将伊就有无形中，伊就将伊的台语的能力，就甲分数会拍较悬安尼。当然啦，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啦。以前拢有人安尼讲啊，就是查囡仔咧学语言，拢会较美丽，较厉害安尼。这嘛是另外一种讲法。即嘛我就要来讲呢，为虾米迄个卫生所的护理人员呢？因明明伫厝甲爸爸妈妈讲台语的比例遐尔悬，毋过因的台语的能力呢，竟然呢会比遮女性的医师呢差遐济。好来，我来我安怎来解释即件代志呢？第一就是讲呢，伫基站伫卫生所的因做的工课呢，有较济呢是咧做预防，preventive care。若伫医疗中心呢，也是讲病院呢，因做的是治疗，所以讲即两种工课呢，因的性质呢较无悬。你若讲伫大病院啊，所以你爱使用的着迄种台语呢，着加较侪种，比如讲你若讲伫要开刀啊，病人要开刀啊，着有足侪迄种甲开刀有关的即种台语。还是讲病人要去做啥物检查，比如讲要去卵膀胱，还是讲要去照 X 光，伊需要迄种台语呢，就搁较侪安尼。所以讲，因为我问的题目有两种，就讲你感觉你的一般的生活当中的台语差不多几分？你感觉你的医疗情景的台语呢，差不多有几分？所以因为我是两条拢有问到，所以讲呢，可能对伫病院遮的护理人员甲医生呢来讲呢，因为因需要所用到的台语有足侪种。所以讲，可能是因为安尼，所以伊感觉，尤其是迄种医用台语的部分呢，伊分数伊会拍较悬安尼。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解说。第二个呢，叫做相对的，伊感觉伊的台语呢，
那甲社区的人比起来呢，因的差人真侪。因为卫生所大部分拢是伫我即个研究呢，有30几个拢是伫偏乡，伫较外县市，伫较以前的县的所在，毋是市中心，较外口的即种范围。即较偏乡的迄个社区啊，即迄个卫生所的护理人员去社区服务的时阵，因为因面对的有较侪呢，拢是台语足流利的年长者，所以因可能就会感觉讲呢，因的台语比起来呢差足侪，这叫做相对的不道德感安尼。佫有另外一种现象呢，这是另外一位柯慧茹老师伊的研究伊就讲着讲呢，咱先来讲即个Jeffrey 伊即个研究内底呢，伊讲呢，伫语言转移甲语言复正的过程，就好亲像咱即卖的少年人，当你想要讲台语的时阵，你定拢会讲一句话，讲歹势，确定咱要用台语，因为我的台语较无遐尔练长，所以讲呢，我会讲甲哩哩啦啦。就是讲，伫咱即个时代呢，因为普遍逐个台语拢无好的时阵，逐个呢，就拢会去较有迄种意识，讲咱家己的台语无好，惯用华语的人，习惯讲华语的人呢，伊咧讲台语的时阵，伊拢会感觉伊的台语无够好，拢讲我的台语呢，拢受着华语的影响，还是讲呢，我的台语真正足歹的，就讲我的台语足害的，就是要比以前遐阿公阿嬷所讲的台语，我的台语真正差足远安尼，所以就是讲，伫咱即个时代的人咱身着咱的较定咧讲，较少咧讲台语的，因拢有因的头壳内底拢有一个叫做标准的台语，还是迄种较水气、迄种原汁原味的传达迄种台语。因心内有迄种台语，所以讲呢，因就感觉讲家己的台语真无好，无够好。尤其是伊拄着遮老大人，拢遮会讲台语。像咱即种较习惯已经做台语人的人呢。因为咱有迄个决心想要讲台语，所以咱就较袂去计较讲咱的台语无遐尔好，咱就袂遐咧定定讲歹势，我的台语无遐尔无好势，还是安怎，所以我较能讲会哩哩啦啦安尼。所以这就是我的解说。好，所以我就来结论啦。结论就是讲呢，整体来讲呢，会影响到咱的台语的能力。还是讲甲爸母讲台语的即个比例呢，就是年龄层，就是上个主要原因。若查某比起来，查甫男性呢，伊的台语的能力会比女性搁较好。即马来呢，虽然讲呢，女性医师伊伫厝讲台语，伊社会的伊厝的背景呢，比即个男性医师加足好。所以伊伫厝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呢，其实足少的，这就讲为即个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来讲呢，女性医师是上介少，来的男性医师，女性护理人员是较悬的毋过呢，因拍出来分数呢，女性的医师呢讲伊的台语呢，甲男性医师差无偌济。护理遮个迄个基层的护理人员呢，颠倒讲伊的台语呢加足低，所以就是讲，咱就看到女性医师甲护理卫生所的护理人员呢，有高估甲低估的即种现象。好，所以讲遮个结论就是安尼，基层的男性医师呢，伊的迄种语言呢，家己的评估呢是上介稳定的，毋过基层拢会低估。女性的医师会高估安尼。好，这就是这篇论文的一寡看到的一寡现象。所以讲到遮呢，大部分拢是咧讲，遮医疗人员为因家己的观点讲，因的台语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安尼。因为我咧看因的台语的能力，就爱去看因伫厝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为遮呢，看到即种社会语言学的现象。
好，安尼大家敢有啥物好，安尼我就讲到遮。好，即马来停止共用。安尼敢有人有想要讨论啥物议题？有问题会使举手。我大家还搁咧想的中间吼，我先来请教一个啦吼，就是有关即个，你讲迄个地方吼，基站的迄个看护人员吼，是安怎因会 under report 啦吼，就是讲，其实因的即个台语能力吼，若讲应该是袂歹，毋过因家己咧自我评估的时阵吼，会较慢，而且遮的即个较离即个教学病院吼，遮个查某医生吼，因颠倒是 over report 吼。拄则我感觉你的分析吼，我感觉拢足有足有理啦吼。你就是讲用即个变做讲迄个 political correct 吼，含即个叫啥物？即语言的安全感即种的来切入吼，我感觉这是真有理。我是咧想讲，搁另外一种可能性，敢有可能啦吼。我是来假设讲，伫即个较基层的遮个偏乡的迄个看护人员吼，伊比较上因的社经地位较低吼，兼且对自我的即个评估、自我的自信心吼，也较低吼。所以是会过头讲吼，过头去批评家己的缺点吼。所以因伫咧自我评估的时阵吼，会较低啦。敢有即种的情形？而且即种的情形吼，伫即个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最近的表现吼，足明显。就是讲，即个民进党伊内面因的自我的要求吼，自我的评估所以也是足悬吼。比较起来讲，外省人因家己拢感觉讲诚好，这是有检测吼，这会当用这来说明讲是安怎基层的即个看护人员迄个 under report。所以得到梁公遐的意思是讲，一寡迄民进党的迄诶人，因会较安怎我可能莫讲民进党啦，莫讲民进党，就是讲比较上吼，咱传统的台湾人的价值吼，伊会感觉讲较受理，较被压迫，还是讲较低层吼。所以相对的，咱的即个价值会变做讲伤过头客气，吼，伤过头客气，伤过头客气，这含人的 self esteem 嘛有关系啦，吼。所以讲较 low self esteem 的时阵，伊自我的迄个批评吼，自我的检讨会搁较强啦。这伤过头强，当然我讲这就是含语言可能无关系。当伤过头强的即个自我批评吼，嘛无一定好啦。到尾互咱产生一寡焦虑啦，还是啥物款咯？镜头安尼嘿。对，对。所以我看到即个现象时，我嘛感觉无法度去理解讲为虾米安尼。所以我尾仔我阁有转去问因遐个护理人员的主管，所以有一部分是因的想法，安尼我阁去看遐个资料的一个结论，所以讲，我感觉伫咱日常当中嘛，常常拄着即种现象，有的人伊个台语明明就袂歹，伊就讲，毋过伊就讲，我歹势，我袂晓讲台语安尼，其实伊个台语真正诚好，有的人是其实已经无咧足少咧讲台语毋过伊就讲，台语我会晓我拢听有啊，阮兜嘛拢常常咧讲台语，其实因兜足少咧讲台语安尼，所以讲，这应该讲就是讲做即种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欠点，
因为阮对即种逐个台语能力的评估呢，拢敢若会当透过因的，就讲因为咱若要做即种较侪人量化的研究的时阵吼，就敢若当透过因家己呢，为家己拍分数安尼，吼所以即种是有一点仔主观，毋过就是所以讲这就是为虾米呢？我一定爱去加问迄条，讲你伫厝甲爸爸妈妈讲台语的比例是安怎？因为就是讲咱就是会思考讲呢，伊甲爸爸妈妈若咧讲台语的比例是足悬的时阵，安尼伊的台语应该是袂歹才对啊，应该就是袂歹，对，所以讲问迄个题目是因为安尼，安尼较安全。好，我会使发言没？请讲。这个接煞廖光兄的这个论点啦，就是讲，我感觉你的解说是无毋对啦，就是讲伊的表现，甲伊讲台语的表现，甲伊家己评估伊台语能力，这个差别你讲的理由是讲伊家己评估了上悬还是上低啦，台语的能力但是我想另外一个因素应当是，原来爱有可能就是讲伊知影伊台语能力到什么程度，但是伊毋讲伊毋讲，其他的原因，毋是讲伊怀疑讲伊的能力无好，伊毋讲，可能伊感觉讲伫即个场合讲台语无适合，还是讲伫即个场合讲台语人就粗俗，还是种的原因，所以这是可能的因素啦，所以可能毋是100%伊家己评估了错误啦，就是讲伊无想要打即种场所讲台语。对，因为我最近转去台湾一个印象足深的，就是讲伫路人足罕伫听到人讲台语，但是我若用台语甲问题，足侪超过90%以上，随用台语甲你演，随用甚至有人先甲你讲。我台语无好，但是伊用台语甲你演，所以这个台语的能力，甲要讲毋讲，这个差一大，这是足要紧的代志。咱即摆台语文运动有一大部分就是这个社会人群这群组的人咱爱足拍拼来互因。会讲，因为伊已经会晓听，佫会晓讲，但是因都毋讲咧，所以你拄则有讲到讲即个南部，即摆有一个台语的一个 politically correct 即个现象，我感觉这足好，这咱爱大力来推测，安尼，所以伫咱台湾社会即摆表面上看出来，足侪人已经。无咧讲台语的也是甚至咱会使讲袂晓讲啊。其实足侪是也会晓讲，会晓听，但是伊无迄个意愿要讲。多谢。对，非常感谢就是讲，我今日咧要报告即个题目的时候，我拢感觉讲，这对恁来讲敢会伤无聊，拢咧讲一寡奇奇怪怪的现象。毋过，拄啊陈伟生咧讲的时阵，即个想法真好，就是讲，其实伫南部的人可能有袂少人，伊迄个台语能力是有诶，毋过呢，就是因为伊拢无咧讲，伊嘛毋愿讲，所以讲你若甲伊问讲，你感觉你的台语安怎的时阵呢？伊感觉伊的台语真正无好，是安尼讲，伊会感觉伊的台语无好，所以讲，若安尼时阵呢？可能就影响伊呢，佫愈无想要讲，安尼。对，我举一个例足深刻的咧，
对我亲身经验的，就是讲，我即回转去台湾吼，啊，有一个亲戚啦吼，伊职业是伫，介像伫即个商业界食即个头路啦吼，啊，伊就厝恁甲囡仔吼，拢讲中国话啦，毋捌咧讲台语吼，啊。我甲我讲当然就讲台语，伊台语能100%啦，吼。阮安尼记者差不多几礼拜了吼，雄雄伊甲我讲伊即摆最近甲我 email 讲伊要去考台语认证。我相信伊白话字拢毋捌啦吼。你爱较直台语册嘛，搁喊你看，可能拢毋捌看。我有甲留一两本带遐，甲人咧，伊甲我倒写。所以吼，你拄则咧讲台语，即摆伫南部是显赫吼，我感觉这是可能真正确啊，嘛是真重要的现象啊。安尼来年你爱较早转去的啦。好，其他敢有人想要分享啥物想法？举手哦，有两个举手，有一位谢小英，是无？有3个人举手。我感觉我家己吼做即种访谈的即种功夫呢，无遐尔啊好，所以讲我迄当时访问的迄种，而且迄当时我的迄种台语的意识吼，我虽然有台语意识，毋过我去甲遮个叫卫生所的迄局长，因为我当时是去问因的局长，你看局长就是做官的人嘛，所以我感觉做官的人伊咧解说的时阵吼，伊会感觉爱讲一个较好的迄种，迄种解说的方式，所以讲，我感觉我迄当时应该是用华语甲伊问的，迄当时我感觉我对我的讲台语的能力佫无遐尔好，我家己我若去讲台语，我嘛感觉惊，所以我感觉以前我是安尼，所以我以前应该是用华语问，所以我迄当时甲伊问，我就是讲，我就是甲伊讲，我看到即个现象，就是讲咱护理人员啊，因伫遮拢，因伫厝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遐尔悬，毋过因家己拍的分数加差人诚侪呢，你感觉是为虾米安尼？我当时问的就是就问甲遮尔直接啊。所以讲，伊就是像即个，就是讲迄个相对的不道德感，伊甲遮的迄个阿公阿嬷比起来呢，伊会感觉讲伊的台语呢，歹势阿公我讲的吼，因为当时因咧讲的物件，阿公阿嬷会甲伊笑啊，讲你的意思是安怎哟？所以伊可能佫更加较容易去感觉讲伊台语讲了无够好安尼，对，所以，我无去问。拄我无去问医学中心的医生，问讲，恁伫厝甲爸爸妈妈讲台语比例遐低，毋过为虾米你？因为即个问题我嘛毋知要安怎问，所以我无问，我嘛毋敢去问因即个问题。对啊，为虾米我毋敢去问吼？我这是一个爱思考的问题。好，即马请美好美好有。你好，你有举手。我有一个问题是讲吼，当然，即摆我无啥咧看台湾的迄个movie啦吼。毋过古早的印象是感觉讲，若咧演电影吼，拢是迄个请工人啦，啥物货咧讲台语啦，就是甲咱的台语拍落去讲迄就是较低级的人咧讲的啦吼，即摆即个现象毋知有改进无啦？因为我是伫美国，所以最近也无啥咧看台湾电影啦吼。毋知影迄个有影响无啦？我会记哩演过的印象就是讲，若较低层的人，就拢讲台语，所以是毋是会造成社会感觉讲这台语就是较低级的？请问，
这问题以后咱若有机会听小敏伊的报告吼，伊内底有写着足精彩的迄种经验吼，就是我感觉伊较早呢真正是安尼，咱即马现代呢是毋是安尼？咱会当请其他的朋友来分享好无？恁看到的电影，感觉有即种现象，还是讲即种比例呢，敢有较低？敢有人想要分享？我会当讲我的想法，毋过我感觉我已经讲足济啊，所以会当看有人想要分享无？咱住伫台湾的朋友，问是讲要分享啥物？就是讲你感觉讲咱即马台湾的看到的电视的节目啊，还是讲电影啊，感觉会像以前安尼，讲到台语的时阵，拢是迄种足粗俗的人咧讲台语，还是讲足低层的人咧讲台语？咱即种现象即马敢有改进？在咱的电视啊，还是电影的我的见解是安尼吼，其实人会有即个人有即种看法是一个事实啦。咱爱承认有即个事实，但是即个事实的背景是因为咱的国家为民国34年以后共实行华语教育，所以变做有足侪人其实会晓讲台语的，一个去读册了吼，愈用功的学生愈听政府的话，伊受华语的中毒就愈深，伊就愈自然，而且会感觉讲华语是一种对时代对着咱的国家政策的行为。久了遮较乖的学生吼，因慢慢受到，因为伊较乖较用功，伊受华语的教育的即个影响愈大，伊就愈来愈惯势讲华语。颠倒较袂用功的学生，伊可能吼，国中就毕业啊，就走去迄个咱的基层，就是讲咱讲的迄个劳工市场啦、菜市啊啦吼，咧做生意。遮人本来伊的行为就是较粗线条，所以伊较会用台语去共教、去共骂，用的台语嘛较无遐文雅。所以会造成社会对台语一个负面的印象。我感觉这是因为咱的国家的教育政策造成的，毋是去怪一般人民对因遮人的观感。而是咱这个语言若无去改变吼，这个情形嘛是共款会去存在。好，感谢我的看法啦吼。过来吼，有一项是安尼吼，其实咱的华语久了后吼，即摆含基层的即个劳工市场，我有拄到足侪10-20岁啊，其实是比如讲伫工地吼，伊无啥会晓听台语啊，市场内底嘛是有即个现象，甚至为了要做生意哦，因为较早有一寡市场上伊较侪岁阿送，伊袂晓讲华语啊，所以伊会讲台语。但是因为咱的教育华语教育已经真久啊吼，70-80岁以下吼。差不多无人袂晓讲华语，所以你去菜市场，其实即摆听到华语的机会足侪啊。这就是代表讲咱的台语吼，慢慢互咱这个社会甲边缘化。甚至有一寡吼，咱像较早其实是用台语号名的，比如讲上明显就是咱的台湾的地号名，遐地号名，其实若咱知影吼，伊的典故，爱用台语去听去讲。毋过因即摆甲华语讲到变做嘛惯势啊，所以我感觉即个情形就是讲，我感觉规个社会甲台语已经边缘化，安尼啊，这是我看的，提供你大家做参考。好，好，感谢迄个聪明的聪，好对吼，会补充啦吼。我即马来讲，针对大多美好问的问题。因为大多无人讲着，无人回应，所以我就来讲我的想法。因为我恁厝吼，阮兜咧食饭一定拢配电视，所以我常常咧看电视。所以讲我有一寡感受，我感觉即种现象即马有较好一点嘛。比如讲，因为咱即马有公视台语台，公视台语台有一寡节目啊，真正是全部拢用台语咧做的吼。
我感觉即种节目吼有两种，一种就是因为伊就是咧演以前古早时代诶代志嘛，所以伊自然就用台语。啊，毋过另外有一个，比如讲有一个节目叫做《结婚进行式》，敢有人有听过？还是讲伊就是咧讲一顿差不多伫即马50几岁诶一顿人，啊因有一届因遮好朋友呢，因聚会，啊因就咧讲因即马因生活当中因诶婚姻，啊有诶人呢离婚，有诶人安怎，还是讲有诶人伫外口安怎，即出戏呢全部拢是用台语，毋过因遮人拢算做差不多50几岁，而且因内底有诶人，大部分诶人因诶角色拢是属于较社会阶层较悬诶人，比如讲设计师啊，还是讲伊是老师啊，还是讲伊是演员啊，因遮人即出戏呢是真刁工，伊就自头到尾拢讲台语，而且有一个搁较重要诶现象，就是因为我最近拢咧做一个研究，甲人名有关系。咱台语人名吼，上界困难，因为即个人拢无法度用台语来介绍家己诶名，即种现象伫台语诶8点档呢，搁愈严重。所以种台语诶8点档呢，伊可能内容大部分拢是台语，毋过伊讲到人名时，尤其是遐男女主角诶人名，逐个拢是华语，拢是用华语咧叫，甚至呢是用英语，即出戏呢较特别诶，我拄仔讲诶啥物婚姻进行式，还是即出戏呢，伊内底所有诶人名，伊拢用台语咧发音，这是一个足特别诶现象。所以我感觉迄出戏诶导演呢，伊算做真用心要将伊变做全台语，所以讲我感觉即出戏是一个改变。其他敢有朋友有其他诶迄个分享？我举手已经举真久咯吼，我是对，你有两个人，你爱互因先问。我拄仔要甲你表示诶，就是讲，我这是当然，即马最近安怎我毋知，因为我大家含爸母拢大家我有含我带做伙，我感觉上，因为即马可能较进步啦，伫即个好30年前吼。我甲阮老爸老母因来遮大了，我甲因纠正，我讲，恁哪会拢含恁孙讲迄落无足水诶，即个北京句啦，逐个拢为着要考试，逐个升学，伊厝里煞讲台语，煞变做一种，就是讲恁讲诶，较无讲足好诶。我甲阮母啊，甲阮爸讲，我讲恁若安尼吼，会足囡仔煞重拢后壁拢含你真歹沟通。我带囡仔对台湾，我有发现讲，我遮诶囡仔虽然讲诶台语无讲足好诶，但是比阮厝里遮诶阿兄还是小妹因兜较会晓讲。即种现象，即马有恁逐个伫遐认真，希望讲即个制度，即个政府当然嘛是一个问题啦吼，因为这教育部即马是有较好咯，有甲恁开台语课，但是迄真少，而且比伫即个客语来讲，人有客家委员会，即个客语诶推设，比咱台语搁较认真，而且我感觉客人对即方面诶坚持也比咱较认真。咱可能讲我是汉人，我是无一定同意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即个功利主义啦、社会主义内底，逐个对即个为着要较悬诶地位，较好诶成绩，逐个拢厝内煞台语愈讲愈少，除非有较济岁阿公阿嬷，还伫个时阵，因则较
较会讲。以上。好，多谢吼。所以呢，讲伫国外的迄个台湾人的后代，因可能呢，台语意识佫比咱本土的台语后代呢，因台语意识佫较强安尼。好，多谢你的补充。啊，大拄仔敢有人举手还袂无甲你叫着？敢有？哇，好，来，小野，歹势，好。我伫遮想要用我是一个少年学生的一个人来讲，来回答即个问题，以我的看法来回答即个问题，就是讲，其实伫即几年，台语伫少年人真正有迄个意识，开始要去学台语，这是我拄着的，真正最近即几年爆炸的，足侪人要来学即件代志，而且我会使第一会使为卖奖业台语的卖奖业来看，你去看迄个数量，伫差不多2年前可能无到20个，3年前无到20个，即摆上少看起来应该有上济，上少可能有100个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感觉最近真侪人真爱看咱台湾的戏剧，这戏剧是就是用台语拍的戏剧，真侪少年人介意看即种戏剧，电影也是讲可能几啊集的迄种戏剧拢是。第三，我感觉这是真正我感受上深的，就是讲我有真侪同学，毋是咧关心台语议题哦，伊是咧介意听乐团的，伊会因为介意即个乐团，去想要去学台语，有真侪新的乐团想要用台语来创作，啊，真侪人，迄种的人叫做听团仔。就是真爱听团仔，就是较介意独立乐团的少年人，真侪独立乐团的少年人，最近足侪啊，因拢是有真侪即种独立乐团，就想要用台语来创作的啊，介意即个乐团的人。跟对即个乐团的人，都会因为即个乐团想要来学台语。我有真侪毋是台语科仔内底的朋友，会因为安尼想要去学台语，想要去用台语去使用伫伊的生活当中，对。哇，好，真感谢小颖甲咱讲少年人的想法，听起来安尼真好啊！就是讲，因为伊介意想要加听台语歌，所以会想要去学台语，真好。好像即马拄仔有志聪，即马来个请梁根来志聪请讲。拄则因为有一个社小姐吼，伊代表较少年来讲一寡，讲有看到有人愿意要学咱的台语，当然这是真好的现象。毋过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讲，迄个乐团的人要学这是毋是因为伊感觉讲学了台语，个用唱台语歌，对伊的收入可能有帮助。啊，讲来讲去，就是讲，可能是因为利益的关系，因为经济上的关系吼，所以就要来学吼。这个同学你嘛会使去观察看卖，就是讲，你边你的同学内底有真心要学台语的人，毕竟是少数，还是大多数有像你讲的迄个现象。第二吼，我有走去高中教台语。我甲我的现象讲，你参考就是讲，即摆高中其实一礼拜才一节尔吼，但是呢，因这个一节因嘛袂去珍惜，因会用一节内底去看国文，去看英语、看数学、看其他的科目，甚至因要去学韩语的意愿、学日语的意愿，比学台语搁较大。
吼。啊，我有甲伊讲，啊，你一礼拜才一节尔咧，吼，啊，你都无珍惜，吼，啊，你的国文课4节，而且佫有另外1节是自修，啊，你暑假佫有一个思修，佫用增加课程吼。啊，即咱的母语，你一礼拜1节，你含即节你都无要珍惜吼，安尼吼，我是安尼甲讲啦。啊，当然我甲因讲，即摆囡仔，高中其实已经心理上嘛真心成熟啊吼。啊，讲起来因真现实，安怎讲？因为咱即个考大学袂考，伊感觉你这考大学袂考，伊就无想要学啊。伊的父母嘛甲讲，阮爸爸讲学这台语无效，吼你做老师的人，你就来要安怎佫甲引落去安尼。所以我感觉根本性要改变咱即个社会对即个台语的重视，其实是爱为咱的基本的国中、高中也是小学内底去增加节数，去增加伊爱考试的重要性，这点才有效。啊，若无咱民间咧送吼，其实迄个力量拢足细安尼啦吼。啊，提供互咱美慧教授做参考。多谢多谢，好，啊，即摆咱请梁光兄。无听到声音。啊，第二我是要回应迄个志聪先生吼，伊咧讲的遮吼，伊咧讲的嘛真有理啦吼。啊，总是咱嘛是有一寡通来欢喜的理由啦。我举2个例啦吼，一个例是迄个阮剧团啦吼，伊是嘉义的一个剧团，啊，因的使命也先着讲啊足清楚啊，因就是要用台语啊。我是惊讲因即马为着票房吼，慢慢啊会用较侪华语吼。我毋知影啦吼，逐啲人看吼。佮另外一个是迄个独立乐团叫做迄个龙川武装青年吼。啊，因的创作嘛大部分拢是用台语来咧创作，而且嘛是做甲不止啊好啦吼。啊，最近毋知有较侪华语会出来无？我就介绍有领着啥物奖嘛吼。所以因即摆对即个台语的坚持，毋知有继续啊无？所以我拄则要讲的是讲，无影讲所有的遮个乐团吼，也是讲遮个艺人吼，因就是拢为着即个市场尔啦。等等嘛是有一寡本地台语的啊，伊感觉讲华语较济，啊，家己放弃家己的台语的理念嘛是有啦。好，即摆呢已经12:09啦，好，所以我想要来，我感觉有人，我无可能举手吼，所以我就来，无先互我讲者JR，你等者吼。拄仔呢，我感觉吼，火金哥吼，伊讲的即个是讲，虽然讲志聪讲呢，有一寡少年人。可能伊并毋是真正讲是要来，为着要来为着推销台语，伊是为着讲伊写歌会当写台语歌，伊较有市场，还是安怎？我感觉这毋过上无，这就是一个，讲对伊来讲上无台语佫有这个价值，吼因为伊会当吸引一寡少年人，这嘛是一种好的现象。而且就讲，其实就讲我有甲小明分享，就讲。会来修台语开课的少年人，拢是感觉讲，哇，即马讲台语呢是一种，就讲，新颖有趣。你拢讲即句话，就讲，这个老师是用台语开的，所以真正足特别，伊想要来看卖。想要伊佫有即个心，想要来看卖啊，这就是一个开始吼。所以按若即种现象，咱嘛是爱甲想较乐观咯。第二就讲。拄仔讲的即个EMI 甲 TMI 即个咧吼，真正足赞的，就是讲，我真正有即种感想，就是讲，你若伫网络顶悬咧看迄种英语授课的咧啦，你着看到即一种呆呆的老师，因出来示范的遮咧，而且因迄种，就讲因会放伫网络顶悬拢是足赞的咧，即种足赞的咧，真正互人感觉讲，哎哟，人用英语教遐好，我怎毋敢教？所以真正是像伊讲的，像拄仔讲的，就讲这是
即是伫即种情境之下，你甲人比较落来，你会感觉家己愈来愈无自信。所以讲，咱来找迄种台语讲啊足无好，啊，毋过伊就是坚持要用台语来上课的人，伊的影响力会搁较愈大。所以我感觉即个建议真好，感谢。好，来请追啊，来追啊。歹势吼，即个美慧老师，你过去有请足侪几个学生囡仔出来做你即个讲题吼。啊，我是咧想讲，你敢有即个继续咧含遮联络？啊，讲因来遮做你的节目，来讲因的，或像叫几个人来讲因对无共款领域咧讲台语。啊，你敢有继续来含因遐做伙来联络？啊，看因对因即个领域内面去推广即个台语，因敢有安尼做？毋知有即种联络无？以上。多谢。即个想法我以后会当思考。啊，毋过我目前呢，其实我的学生吼，因来上台语，因就是要来，所以有一半就是要上来学的台语搁愈好，就是安尼。毋过呢，就讲因毕业因即个课离开了后呢，因是毋是当搁继续为台语拍拼，还是讲继续讲台语？咱甲嘛讲伊会继续台语讲台语就好啊。我感觉无呢，虽然讲我事后有当时有做一寡问卷的调查，我感觉是无遐尔晓的，无遐尔乐观。伊在讲伊就是为着要修即个课，即个课结束了后，伊就无伊的代志啊。我为虾米会安尼呢？因为我每一届有看到虾米台语的比赛，还是讲有虾米比赛，我就随写 email 互因，随讲过，还是讲我就一个一个问，问到尾啊。因拢足客气，讲老师，我即摆较无闲，我就知影因的意思。所以我在我看起来，可能敢若真两个是较有心想要做这，其他拢是为着授课尔。毋过因愿意来授课，我就已经感觉真好啊。安尼。好，咱若无其他的问题。因为即摆已经12点13分啦，咱今日就到遮，好吧？好，安尼我来报告咱迄个后礼拜节目啦。咱后礼拜是迄个台湾文学欣赏有请到，这是桂兰替咱安排主讲人是即个王永生老师，伊笔名是王罗密刀伊捌来讲过一遍，我感觉讲伊的迄个写作法足尔啊写实，会当甲即个安尼一个现象用笔甲写甲互你袂输到伫迄个现场安尼啦纪淡林郑如杰老师伊改成顶2礼拜嘛有来嘛有人要来朗读伊的作品，咱是请即个乌妈妈协会即摆总干事郭伦婷来做主持人好，安尼咱后礼拜请大家继续来。咱今仔日咱就到遮，真搁讲一遍，就真多谢即个美芬教授来替咱做即个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咱现主时咱即个台湾社会拄着的遮个语言问题是好的是歹的，拢用较科学的方式来讲出来互咱会当做咱参考。咱若真正有心讲要推动台语的时阵，检采会当提供咱一寡较深即种的想法来调整咱的脚步。好，安尼感谢你今仔日就到遮所以若有要留咧时，咱就继续留遮开讲若差不多过10秒，若拢无人发现，咱就甲关起来安尼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好。多谢，感谢。多谢。